台北市今日开放，互无资本的老大人来自预防针，有几落位看起来无啥排着队的人，着人即期讲无用资本系统，电脑较煮会着。不过市政府表示，无资本的人本地就较少。台北市信义国中接种站看入去人是无济，西湾病院接种站排队嘛无介长。今日台北市安排无多使用资本系统的时段来做预防针，甲昨比起来人是少真济。就有民众讲，无使用资本系统，刷电脑会使轻松做到疫苗。用早10分啦，我差不多提早5分了呢。排队敢有讲就是排足久的？袂。不预约会来打的百分比很低了，这样一次以后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时段要怎么分配，所以会更平均了。郭文提讲，17点开始会开放第2波的疫苗注文，80岁以上的是大人，只要有住伫咧台北，就算户口无伫台北，嘛会使来注文。那个时段细到用半小时当单位是第一点，第二点，我们是用每个医院提供我们的时段，我们来设计，来给你填，所以会比较符合医院的需求了也让你有充分的选择。台北市政府讲，第1阶段来注文的人总共有9万多，83%的民众拢有来完成接种。第2阶段的部分，目前也是无法度按算会有偌济人来注文。第2波疫苗资料若是有剩，会考虑开放予其他会所的民众来注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海文台北报道。